是。好的，谢谢。很快，很快。好了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是扫地，扫地是最名字叫扫地。有什么意思？没有。那你今天带来的歌曲是？带来的歌曲是《传承》。这首歌，对，这首歌怎么了？这首歌好听。带来这首歌，有点紧张吗？需要一点指教性。指教点。好，老婆爱徐小带来这首歌《传承》。生长不了。